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的9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69节到176节，士师记第6章第1节到第10节，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十字架。有一首诗歌，十架做我的荣耀。迄个歌词，副歌的歌词安尼讲：十字架，永远是我的荣耀。我的罪拢洗清去，只有靠耶稣保护。所有40个歌词嘛，拢形容着基督十字架的救恩。十字架的救恩特殊的所在，并毋是伊的形状有偌水。嘛毋是伊有偌高尚，其实十字架本体是代表着罪恶、死亡、见效，特别是伫迄个各个他山，咱咧讲的死人骨头山的顶悬，更较代表着无有雾茫的一个世界。士师记第6章第1节到第10节，记载着士师基甸的事迹。迄个时期的以色列人离开上帝的真道，因就爱面对家己选择的，面对这个米甸人的搅扰甲战争，面对强大的米甸的军队，以色列人差不多会当讲是完全无有对策。经文记载讲，以色列搁做上主看做歹的事。上主就将因交伫米甸人的手7年。米甸人比以色列人较强，以色列为着要逃避米甸人，就伫山里挖山洞起要塞。以色列人突变野种了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力人以及东边的部族拢来攻击因。伫遐阵营，将因所伫到加萨规个地区的农作物拢总毁坏，嘛无留牛、羊、驴甲食米互以色列人。因带精生甲布片来，人野甲毒都算袂了。因亲像规群的草莓毁坏迄个地区。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凄惨落魄，就求救上主。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关系求救上主，上主就找先知去因遐，甲因讲：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有带恁对埃及做奴才的家出来。我救恁脱离埃及人甲所有压制恁的人的手，伫恁的面前甲因赶走，将因的土地赏赐互恁。我嘛要对恁讲，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所以恁虽然住伫阿摩利人的地，毋久毋通敬拜因的神明，总是恁毋肯听我的话。因要爱上帝的救恩，因需要上帝亲自为着因来战争，但是亲像出埃及以色列人同款，就需要一个先决的条件，就是以色列人爱先回转来上帝，搁一摆来选择跟对上帝的脚步。对于基督徒来讲，这个救恩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赏赐的，是十字架的恩典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。兄弟姊妹，我以前去恁遐的时，无用水的言辞，也是智慧宣讲上帝的奥秘，因为我决定伫恁中间，什么拢毋讲。只有要讲耶稣基督以及伊受钉死伫十字架的事。我伫恁遐的时，软弱，搁惊甲皮皮喘。
我所讲的话，所宣讲的信息，拢无用巧妙的智慧的言辞，是靠着上帝神的大贵力来证实，是要互恁的信仰，毋是靠人的智慧，是靠上帝的大能力。也亲像咱头前所分享的，十字架并毋是甚物款的真水的装塔，嘛毋是甚物高深的学问，乃是因为上帝疼人的大权能，伊将伊独生囝来赏赐予世间人，为了世间人的罪，钉死伫十字架的顶头，成就了上帝奇妙的恩典。赏赐世间人救赎，互人靠着伊的大气力来得胜，也亲像基甸以及少数的部队来杀赢米甸的大军同款，所倚靠的是上帝的大权能。诗篇119篇169节到176节。上帝啊，愿我求救的声透到伫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的应允赏赐我智慧。愿我恳求的话达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照你的应允牵救我。愿我的嘴唇发出呵乐，因为你有将你的律例教示我。愿我的嘴宣布你的应允，因为你的诫命拢公正。求你伸手帮助我，因为我有选择你的律例。上主啊，我确保你的拯救，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。求你互我活地，通称赞你，互你的判断帮助我。我袂落亲像失败的羊，求你甲你的仆人找倒转，因为我无要记得你的诫命。十字架是偌尔沉重的救恩啊！感谢耶稣基督为着阮的软弱，为着阮的罪，来行十字架，赏赐救恩，互阮会通靠着十字架的救恩来得胜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